造即个爱情的时间，约会的时间，来到这个会场，互我来学习，可是呢，我讲非常简单，上呢，我讲无介绍的认定，只是为了一种学习了解的精神，而且做一款的学习，因此呢，在报告过程，有所不足，在所内面，包括在报告过程有个咱麻烦的所在，有偏差唔对的所在，麻烦注意这方面呢，咱甲好好的好行提醒。有时咱这两种讲法了8月15个代志，咱拢知影，到8月15，一定过了就大汉的安心。那么其实到8月15呢，伊都接近什么时阵？过年的，所以人生要想，人生咱逐工拢无闲，安尼上班做生意做头路，上班安尼为着家庭，为着子女，为着种种，一工一工来过去。咱感觉讲，生活足紧无？所以看，咱一工一工来过，时间一工一工过，咱的生命一工一工安怎？安尼消失过。所以想，咱今日人生的过程，咱若讲无学到、无想到、无做一寡有意义的行为，人生到尾是安怎？空的。所以咱今日咱来把握人生境界。咱来学到、听到、想到，这段经验、这段过程，过去的人生，咱无学到，已经过去了。毋过今生今世，这世人会当做人，会当来着到，甚至会当学到、想到，这世人的因缘就无共款啦。我咱来把握，咱来好好把握。咱若无到尾来，人生到尾是一场的空。若讲空来，到尾来。空倒转去，安尼空来人生正是过，安尼都无差。毋过今日无共款啦。今日既然来到这个世间，互咱得着道，咱讲一个宝山安怎？毋通空手倒转去，加减咱反面倒转去。咱的身躯以外的物件，咱早会转去，但是咱会当早无形的物件，咱感觉足奇怪，有形的物件咱早会转去。为什么无形的物件咱早会转去？这就是咱受到的恶命。咱要早有形的，毋过性命生活就比无早有形转去，伊拢早无形的物件，早啥物物件？早放着转去。咱世间人毋知人学到修道，咱早啥物物件转去？早做做转去。安尼差偌济，差一个凡夫含性命。所以今日既然学到了后，咱就来对家己人生的过程，咱来有所体会。人生来到世间，我要如何过一生？这世人来到世间，已经来记录到啊！这世人我要安怎过？我要安怎过？较有意义，较有价值。家己爱了解呢。你也想一张纸，一张白纸。有一张佛签，这两张纸，对张较有价值，对张，变成一张纸哦。这张纸是白纸，不过这张纸有观世菩萨的像，安尼拿呢，这两张纸对张较有价值。观世菩萨这张纸较有价值，变成人生啊，变成人生安尼过，为什么人伊有价值，我无价值？人伊有做好的工作。伊有来替上天做代志，伊来学道修道，大帮助人，就亲像这张纸附在这张相，这张纸附在这张相，咱就有价值。咱人生嘛共款，人生毋通留白，留一张白纸，安尼空空，安尼就有价值。所以咱来把握现在，我的身躯还佫会医治呢，我的耳较佫听，我目睭佫看无，我嘴佫会讲，我骹手佫方便，我记忆佫好，即摆会点仔学，会点仔听呢，会点仔做。这若无有一天我的身体袂做主的时阵，你来想，身体袂做主的时阵，咱袂做安尼，安尼迄阵咱就失去足个机会。所以咱来把握现在，好好来修道学道，变人生关键啊！
人生都短暂，人生都无常。我来讲一个故事。过去三个老人啊，交好个朋友，因逐当拢见面啊，逐当拢约一个时间见面。那么在食饭当中，在饮茶当中，一个就讲啊，讲好朋友，好朋友。咱今年见面，明年唔知再见面无？阿妹，咱今年而且做伙见面，明年敢会当见面？咱做伙不一定呢。所以互较比较通见面，明年嘛袂定，明年就袂定讲咱通见面呢，不一定。那么一个就讲啊，老朋友啊，你讲到小贵很尔，我今仔倒去呢，要困呢，这张被仔坐起来，我嘛知影唔知过咱唱无。有人连困呢，我就爬唔起来。所以讲人空性里讲安怎讲唔敢唱啊？啥物？对物件，有啥物人生无常？尤其是到咱人的年纪愈来愈济时阵，咱的生命变较脆弱咧，变较脆弱。所以讲咱的爸爸，那么一个讲老朋友，你个讲上远啊！我即口气若喷出去，若输袂倒转来，我就无起来。所以咱人的宝贵，咱人生命我一口气。这口气若低个，切换哦有无？这口气若低个，我去做拢会办的，我去做啥会办？这口气若低个，这拢我的呢，这是阮囝仔，这是阮大生呢，这是阮太太，这是阮先生呢，这是阮财产呢，这厝是我的呢。这口气低拢我的，啊，这口气无低个，拢毋是我的，拢别人的安尼。所以咱人咧宝贵啥？是这口气较低个。所以咱来把这口气啊，佮比的时阵，所以咱真系做讲，爱好啊做，做到咱这口气无低的，你身躯无同做，安无同。咱人生咱才有意义，你家己生咱才有交代。咱今仔日做人也好，做事也好，修道也好，是为自己来交代的。咱注意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是为什么啊？注意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。是为什么啊？有人，较变诶，今仔前辈在甲我叫，你甲我高请，你甲我鼓励，你甲我救，讲是叫家己，毋是，是咱家己。那么既然咱是咱家己，咱就爱珍惜咧。所以今仔日个日子算日子，我从底来听到什么日子，但是咱来了解。今仔日个日子，较比满日子无共款。你看咱台湾所有的人，今仔日礼拜所有的人拢开班，拢开班哦。那么既然今仔日所有的人拢开班，那今仔日日子什么日子？是好日子对不对？毋是计算好日子，是咱学道，咱要冲着自己的好日子，嘛是一个大日子。一个大日呢，是咱学道人，咱来提醒。我接落咱高层单元的课表，某时某日定时，爱来到这个所在学习。我讲堂放袂入去，袂使信的。所以，咱时时刻刻我定时某时某日爱来到好时，迄时时拢爱记呢。为什么？这是关系到咱修办做的代志，关系到生死代志的代志呢。那么咱作为有可能做心理感染的人，我记得咱就做袂去。有可能咱今日可能无治搁把紧，小可搁把紧，但是咱来知影，今日即款大日子，即款好日子，咱修做人必定爱提醒。记住啥？咱大家拢去上班对不对？上班的人到底无会讲叫别你讲我今日去上班，拢会提醒，真会提醒，你会看钱。趁钱，但是咱会有钱呢。我今日要做生意，我袂提钱。我今日要上班趁钱，我袂提钱。趁钱的代志，咱拢会提钱。但是，希望做代志，咱就可能该做袂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无了解伊的意义。咱若敢了解伊的意义，
伊的价值，咱到底拢会记着，真正。所以咱若了解我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，我辛苦无对，我若了解伊的意义、伊的价值，你就坐着，咱就坐着。今日我去工厂上班，做工苦，做辛苦，身体互人骂，有啥物我无忍耐？为虾米？因为我是有薪水啊，我忍耐。啊，管意思，我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可能我做歹困，像咧做工做工苦，但是为着我的生死在事，为着我的人生，我会忍耐。这个意义啊，咱若了，咱做代志若了解伊的意义，咱就得。任何代志若失去意义，咱就无咱。假使我今日去上班，做一个月搞拢无领钱，你看我做袂落，做袂落，为虾米？我无意义啊！我做到尾啊，我无一人囝无意义啊！我做袂落，我无力。但是，今日咱开班是为着啥？是为着你。因此呢，咱今日来好了把不是干，较辛苦2点半到3点钟呢，已经按照过去啊。你有死活过，无死活过呢？咱有死活过是自然，无死活过是自然。但是到尾有死活人无共款哦，有死活人，人有方面，本性方面倒转去，咱无死活人无公无德，轮回生死呢。所以有修行无修差偌济，差天边地别。所以圣人和凡夫差很多，差有修行无修行嘛。所以你倒个宝贵，看咱要相信唔相信尔。我前几日咱来咱就有讲过，为什么伊要击败这个老人讲轮回？因为因过去有着多提升方面，唔惊艰苦，唔惊危险，唔惊困难，在迄个信心里，在迄个信心里，咱有信心，咱就会坚守；咱有信心，咱就会坚持；咱有信心，就会坚强。坚强按对来，坚持按对来，坚守按对来，按信心来。所以一个人人生的过程，伊无论偌艰苦，伊对伊的生命有信心，伊唔惊艰苦。所以讲是啥？就迄个信命咧。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个师傅啊，问伊徒弟，伊徒弟问伊师傅，我师傅，你逐工拢咧讲道，你把道摕出来互我看下，我就相信。因师傅呢，无甲伊回答啦。伊就来讲啥呢？伊讲请问你敢捌看过樱花啊？你敢捌看过？樱花敢捌看过？原来吼，迄种樱花爱着开境界，樱花在哪里？樱花爱着开境界，你人穿啊条破衣就看着樱花。毋过时间到，气候拄好，迄个温度拄好到，阴凉清净，樱花就开出来。同款意思哦，咱今日每一个人，经济组织富人富足，包括思想的天温数定，阴凉清净你也看，咱个人对。所以，若无富足一切因缘，因会开袂出来；若无富足一切因缘，咱无天道人要定，嘛无个人要修，一切都是因缘。所以到今日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因缘成熟啊。即今生今世来出世做人，有个三种苦道，才合好修的，这个因缘成熟，这个因缘成熟。那么今日佛法要谈讲天道的事情。那么天道的事情在哪里？像这个事情，独特事，独特别，伊比别人更加特殊、更特别。现在简单来讲，这个比喻文。做汉地有诶物件，做汉地有诶物件，就是别人无共款。你也讲你做生意诶人，要有创意，对不对？我诶物件和别人无共款，都特别做想法，伊心动。那么咱今日天道诶事情，有些人讲伊特殊，超过别人，讲伊诶稀有。愈稀有诶物件，是毋是愈歹得着？愈歹得着诶物件，是毋是愈贵？愈尊贵，所以
物件愈少，伊就愈尊贵愈宝贵，选择红黄竞争较宝贵啊，选少啊。圣人含烦恼，啥物较尊贵？圣人较少，圣人较济还是烦恼较济？烦恼较济，圣人少呢。所以无怪人圣人足尊贵嘛。所以愈稀有的物件，伊就愈难得。就歹势着。你为了这项物件，你来付出多侪金钱，才买会着。所以天道事情是无用的物件。这项物件，这台电脑偌侪钱，我买会着，咱知影。这个地皮、这条面积、这个岛内、这间厝，偌侪钱，咱看会着，伊的价值、伊的尊贵，咱看会着。但是道有形无相，伊的尊贵在哪里？咱敢看会着？靠智慧咧看，靠心咧感受咧。伊若无，啊，我讲过讲，啊，你逐天拢讲道，只要你若道摕出来，我就相信啊。今仔日无看到的物件，这尊贵，是咱人辛苦。这辛苦，咱看会着啊！你着某某人，某人，我看会着。你是查甫，我是查某，咱看会着。但是看会着内面，咱看袂着物件，啥物件较尊贵？是咱辛苦是咱辛苦内底迄个看袂着，迄才尊贵呢。伊若无，我即摆咧讲话，咱做讲话，安尼是啥人咧讲？是迄个无形咧讲。咱注意咧听，是啥人咧听？是迄个无形咧听。咱注意咧看，是啥人咧看？是迄个无形咧看。一旦无形咧无味诶，只是不好。咱偌好嘢、偌水、偌领导，你拢无效。为虾米？你这么灵性，你这么无形诶物件，已经无味诶。你但是你这么灵性、无形诶无味诶，你个有什么物件对待？所以咱人咧价值，咱人咧搞，咱人咧宝贵在哪里？在这个灵性。所以天道诶事情，咱今日有啥物要想到？就是咩？借这个辛苦来借假修准，来互咱诶灵性去解脱。解脱。那么今日我要讲天道的事情，是安尼做一个回想的。今日我要讲天道的事情是上介简单的事情吼。今日所讲的天道的事情，唔是单安尼尔。我今日要讲的是上介简单的、上介平常的道理，是咱自拢行过来，拢经过啊。我做一个回想，做一个回顾，做一个啥？互咱重新一个安尼尔。因此。互咱个更加对道有信心，所以今日开班，也意义互咱对道再认识，互咱对修道再肯定。咱愈听对道愈了解，咱对道愈了解时阵，咱就对修道愈肯定，一定。所以，为虾米在道场当中听愈久的人，伊拢是伊就读几年拢听了，若无想要听道理的人，到尾啊拢离开，为虾米？是听着，伊我落去接受，伊就无肯定，伊就哪离开。所以我建议，即落哪天道事情，也甲咱做一个互相勉励。各位，将你就了宝贵的。那么这些的公义是来自上天诸天生成的公义，和咱同修伊的赞叹。咱注意，这些公义来自什么所在？咱搁回想者，咱在佛前来比喻上帝因啊，而家拜到几百家后，大海教育，有咱搁会理解。这些教育唔是简单的，这些教育来自上天的生活，咱甲你教育，包括咱道亲同修甲你赞叹，你就了宝贵的。这些教育。咱搁再着回想，更加欢喜着一个新生命，毋免搁为着道轮回艰苦，更加着欢喜着一个新生命然后发生到。你也想，咱人这个咱讲新生命，未求到以前的生命，含求到后生命同款，所以求到后的人生，求
叫做后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，叫做后生命是啥？一个新的生命吼。过去呐，有过去咱搁是咱受到多轮回所迫，但是当咱叫到了后，从此以后，毋免就多轮回讲袂艰苦，这是真正生命开始的。然后咱咧讲啥物新生呢？我穿过嘛共款啊。我黄毛毛嘛是过去黄毛毛，但是现在黄毛毛，为什么讲无共款？咱就会知生命共款，咱的人生，咱人生的方向无共款，咱的思想观念无共款，咱的人生的价值无共款。所以咱人生的苦在哪里？在轮回是在难苦。人生来到世间，换怎？人生的苦都毋是金钱苦，金钱苦是轮回难苦。咱来到世间，所有的艰苦按对啦，按轮回艰苦。轮回艰苦若无断，咱人生的苦就袂断。轮回苦若记住轮回了，会当断轮回之苦，咱人生的苦解了。只要咱人若有轮回，有这个人生的生命，咱人就过会了。所以因此呢，什么上苦？轮回上艰苦。轮回是难过，所以平常就欢喜一个生命，咱发生到无简单的，叫做有偌济人，叫做毋是咱这人尔。咱生命当中看叫做偌济人，毋过真正咱来学到来进这个所在，佫几个，安尼无欢喜嘛？因为这条路人无要行，咱要行；人无要学，咱要学；人无要修，咱要修。欢喜啊！这个欢喜毋是咱讲欢喜尔，狮子所过欢喜，种仙佛的欢喜，咱的祖先都做欢喜，咱的祖先都做欢喜的。我的囝仔孙孙在世间咧修学道，做欢喜的。向道，咱的心向道是啥？光明的大道，道者光明啊。所以一个人，伊的心咱向光明的大道咧行，你看侪欢喜嘛。咱的囝，若行黑暗路了后，咱向光明大道咧行，做别做什么？为什么？伊回心转意，伊回头是岸，龙柱回头啊，应不还。所以咱向道叫做啥？叫做龙柱回头，比苦海无边啊！咱无要搁行苦海这条路，生死苦这条路，咱开始要回头，咱才有看。那有花，咱就当得救，得救。咱来讲天道的事情，第一，天命的事情。咱就讲天命，在气天来讲，叫做啥？玉旨有无？讲玉旨，一般咱方便讲啥物？性质对不对？所以你看。天命和玉旨、和性质、和玉旨无共款，所以真正咱今日要讲天道事情，一定要先讲天命。若无天命，咱要讲道的事情，咱讲袂出来。就是哪，对天命开始，咱大家讲来讲天道的事情。因为天命叫做哪？天之命令，上天的命。因为就是哪，有天命。来讲者，有天命的缘，咱就来去照修道的缘起。你的缘同我的缘，才甲开始呢。就是有我修道的因缘开始，对个来，对天命来，对天命来。所以整个修道因缘，你的因缘同我的因缘，大家因缘，天下间所有人因缘对个来，对天命来。若无天命，就无一切缘起。因啊，道者为天命不能传，要传道，若无天，要传道就有天命的人，有打天命的人。若无天命，道不能传啊，任何人不能传。既然若无天命，就袂当传道，咱就无迄个因缘。这个缘就起袂起来。就可比啥？一条经济，你若无甲种里头，伊的缘呢就袂生出来。伊算是倒印1000年嘛，来种地。可是，一旦这个种地啊定于土里，伊接触到土因缘，伊就开始啥
开始固定发明，迄叫做演体，叫演体。所以咱就是讲讲，上天降道降灵之意啊，一直天命是众生为迄个心意。上天降道是降命命，道在你身躯，在我身躯，人人拢有道。自然出世当中，满一声都在我身躯啊。但是透过上天降天命落来，民主当着天命传导互咱，我知讲道在我身躯呢。我身躯若无道，手袂成道呢。所以道毋是在外口，道在我身躯上。所以透过民主意志，我知我道在我身躯，我伫我身躯为修，人当就当成道。所以咱的身躯若无道，安怎修都袂成道；我身躯若无稳，安怎修都袂成道。就是因为我身躯有道，才会成道；就是因为我身躯有稳，才会成稳。所以上天降道是哪？降命之意。我咧今日咧回天爱靠啥？靠天命，爱靠天命。所以今日咱讲天道书就在这个天道书就讲在这个天命。所以今日天道大概我都是奉天命之为，这叫做天命天意，就是天命代表天意，代表天心，代表天温，还是代表天时啊？若无天时，大概我都咱道必会对。所以讲，你内底有哪？有天心，有天意，有温分呢。天命内底有天温事情啊。所以就讲，师尊如果是秉承上天的天命，三河普渡大天主。咱今日一贯道的基础，咱来知影。今日什么天命之主是啥物人？咱师尊师母。咱师尊师母是咱咧普渡三河大天主。咱今日所见到的，是咱师尊师母所传下来的，是有领天命的秘书传下来的。这个道，这个是正确的。这是咱一贯地主所爱了解的物件。所以师尊师母是上帝的亲戚，上帝、上帝，伊是哪？伊秉受上天的命，当然伊哪？伊是上帝的亲戚。过去咱都知影。皇帝若要派一个大臣去做代志，迄人叫做啥物人？迄个钦差大臣，钦差大人，伊代表皇帝，伊是替皇帝做事。所讲伊讲的话，代表皇帝的话，伊做的事是代表皇帝所做的事。那么今日师尊师母就是代表上天要来传道，伊是上帝的钦差。那么咱经营点传书。是领受师尊师母的天命，迄个啥？迄种个哪？对上到下，对上到下。所以讲咱道场为什么讲咱来尊师重道？对咱的经营，对咱的点传书，对咱的经会要尊敬。为什么？这是咱道场的文化，咱道场的文化哦，这是咱尊贵所在。咱道场讲尊师重道，为什么？道有师传啊，咱来尊师。道会当传小心要求咱来传道，所以讲一个道场，咱今日一贯基础，咱若对师无尊重，就是对道无重视，就是对天命无重视。所以师尊经营点传书是领受师尊师母的天命，是咧天命，你是咧天命要办天主，要办生死的代志。所以天命的事情就是办天主，咱今日来开发，你办啥物事？表面上是人咧办的，人咧见过，我现在讲办天主。毋过咱来了解，咱今日是讲透过天命来办天主，那么办天主要办生死代志。一般咱所办的啥物事，是因书、是小书，就是细书，就是一切读书。但是咱今日无共款，第一，咱所办的代志叫做办生死代志，办生死代志。所以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即办啥物事？办生死代志。咱注意听，咱注意这个所在有啥代志？为着生死代志。我听这个所在咧报告是为啥物？为着生死代志。所以咱大家都共款，点老师嘛共款，点老师诉诸这个传道，拢是哪？为着生死代志。
所以师傅在讲讲，超生了对为天命应有应对。咱未来要达到超生了数，唯一就是哪？天命。今日皇帝圣旨袂当完超生了数，今日就地袂当完超生了数，毋过天命袂当完超生了数。这是咱师傅所讲的哦。圣明有啥物？圣明有啥物要讲这个物件？就是叫咱了讲，今日天道的出现，在天命当中。咱要超生了数，要靠天命，天命咱救人救先。哇，咱也想，毋是救这个肉体哦，要救咱人的灵性，救咱人的灵性。今咱咱讲的，地府求名于天命应尽心求愿。你地府求名，真简单嘞。有啥物人我就去到地府，把咱的名抽起来，啥物人我唯有神棍，唯有有天命的人，才我把迄个名抽起来呢。这毋是咱世间人有力量我做代志呢，天命。到尾100岁年后，新年转，你也想？新年转人多少呢？除非真正是一个大善人，真正修到好人，伊才辛苦才会转。普通咱人啊，100岁年安怎？唔好讲，我呢，我听对原人呢，伊暗暝来开讲呢。但讲哦，天道的事情，讲叫个到咱100岁人辛苦人转，伊讲呢，安尼无正常。我人人哦，伊讲若辛苦人转去哦，讲迄无正常啊，我辛苦命命哦，这正常。为什么？这无怪呢？因自以前到现在所看到人过生命都是种命，是种命啊！啊，既然若是拢命啊拢命，讲感觉迄正常嘞？毋过咱无法讲是哪个较正常？伊讲吼，安无正常。你也想啊，咱人的辛苦落去，咱人活是能够有对不对？你正常的呢？咱一个人骨头若愈硬，身体较好，愈好。所以要看你若出事呢，你先能够落去。啊，咱食老时阵，骨头愈来愈硬落，就要讲咱人也是个退化。啊，退化这无正常啊。所以你若刚说话人有样，你若身体不歹势呢，要抱人要不能够抱，你就是正常。所以咱人辛苦愈软，骨头愈软，筋骨愈软，身体愈好。啊，其实阮骨头硬，如果骨啊筋骨啊安弄落，你也看，你去咱人身体就较好。所以今日天命会当证这个心理有软啊，证明讲天命有出现。天龙挂号靠天命有求果是有意。要天龙挂号地府求名做啥？靠天命。你会当把地府的名抽起来，我来天堂，你也想，咱一个凡夫是不甲我度，无法度。所以咱今日读天文，读宝贵，大家拢咱记落到。天堂有咱的名，地府无咱的名，安尼有宝贵无？安尼有特殊无？安尼有特别无？咱记住要有肯定呢。咱记住要有，师傅甲你讲这个物件怎样？咱记住要有肯定，要有信心。那么天命自古到现在无两个天命，只咱一个命，敢有一个命？咱天顶有几个日头？哦，一个命叫做自古到现在才一个日头命呢。啊，月有几个？啊，一个命对不对？你无迄个日头的啊。所以一个国家嘛分两个总统呢，啊，一个总统呢。所以自古到现在，天命嘛一项，按一个。所以咱来对天道事情有一个肯定，对天命有一个敬畏。咱讲天道事情，天命讲了，天命会当互咱天龙挂号地府留名，天命会当互咱超生了事，天命会当互咱啊辛苦人啊，讲挂号，挂号头先，咱求到医生的事情，求到过程，跟医生过程其实哪挂号，咱注意到挂号过。啥物时阵，咱来做电话，比方时啊，咱啥物时阵咧挂号，看病啊，啊，拢报病哦，我嘛报过啊。
啊，我挂号员跟着什么名？挂什么号？挂电话对不对？咱把医生挂电话，啊，你医生来找英医呢，可以出名来对不对？愈出名、愈有名、愈老的人来挂号。啊，咱第一个，咱今日挂号，你甲啥物人挂号？所以，伊就讲讲，天津新闻挂信号，等待时期点评论。咱今日要甲苏准所有啊领书点点点的，这两句有共款无？无共款。所以咱今日讲啊，甲上主或者大领书挂这个信号呢，所以天津就是咱苏准所有伊个信号呢。咱今日甲医生挂信号是哪？希望伊会咱帮助我解决我身躯的病苦对不对？咱今日甲苏准所有挂信号是哪？希望苏准所有通过我的大刀，互我会当解决生死轮回之苦呢？你有看法？所以咱挂号了，就开始参考。咱若去病挂号，就来挂单。咱若挂出病就挂出病，咱挂出来对不对？咱在路上要求到咱先挂号，那么等候标准写好，开始现做，开始请假，等待40点前面。点前面是讲，天平民主、在地民主点段都开始哪？开始请假，请当天先来做法。会点啊！所以过去一个国家若要战争，就开始点兵点将，开始点兵，若无点兵点将是咩啊？去互战争。所以挂号伊的意义，伊的处理就是啥？天凤挂号地府救援伊的依据。咱讲，但是若无来挂号，无来挂这个信号，咱要天凤挂号地府救援，有一个依据啊。并哪无名，这个挂号当中无咱的名，我去地府救援天凤挂号。那么咱今日挂号意义是讲，必须天地民主之间，只要这经文当标本当中有写咱人的名姓，我就必须民主依据的起点。咱若去病院拢无挂号，我这地方地区医生讲叫叫，啊讲叫袂叫呢？就是因为我有挂号，医生就咱就讲叫，就是因为我有挂号，这咱叫做民主来指点。到尾咱无咱离谱，这叫敲心要素的问题。挂号到尾有着啥？有着叫咱敲心要素离谱。所以我讲的，咱把医生挂号就咱希望伊咱帮助我解决这个咱身躯的苦。但是咱今日甲苏准所有挂信号，就希望讲我咱离谱这个敲心要素，这个感觉。所以就是咱今日学道修道到尾啊，咱会了解天道殊胜在哪，这是大家根本的。这物件咱无了解天道宝贵、天道殊胜，咱真落袂出。这物件咱老去了解，咱记住有信心，咱记住有信心。所以每一个因缘、每一个过程，拢有意义的存在，拢有意义存在。到尾政府顶现状咧。救到医生第一来就啥挂号了，开始要请大人讲来点补丁计用。咱开始来开这个体育班，要开班进行要先怎？点补丁用上点标明，即马班要开始。这种过程啊，迄是啥？迄是咱所办的事，所办的道，毋是啥？毋是简简单单，毋是老少少。是非常的慎重，非常的敬重。那么，点本定现象呢，开启救道的事物，基本还是在办道的开始的，开启。公司有咧开无对不对？哦，就甲你开，但是要检查有无？拢是个开始，同款意思。咱今日点本定现象是哪？救道一个开始。那么救道开始，就是哪？要众生诸佛啊。哇，那个想，
要求到在强声自发，是一切自发来甲咱护法这个护法大。安尼要求到，安尼咱要教可能求到呢？甚至点无点体论咱该表示讲咱是种礼敬圣人的心，咱人哦圣人的心，有礼敬的心，会当要庄严咱的道性。所以，为什么现象的人不断的学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练到呐，愈来愈顺畅，就是呐所做出来的礼节，所发出来的口号，就是呐非常的庄严。所以，所做的人办事情原来愈庄严，道场愈庄严，道场愈庄严，就叫人的心才会庄严。所以，道场啊，道在庄严看得到。所以，整个所谓仪式是啥？哦，道场庄严。那么，道场庄严了后，咱呢，就做人来到这个道场了后，伊整个心就变化。本来的心是散乱的，如果来到道场，伊的心慢慢的沉淀，慢慢的静下来。为什么？伊看过道场，这个经办事经嘛，包括一切气氛感觉，伊的心就变化。所以来看，咱若去到庙里，去到道场的心不共款，咱若去到菜市啊，去到百货公司，有啥物心不共款？环境无共款，人无共款，所做的事无共款，咱的心就共款。所以咱若去到社会，包括说咱的心较散乱，咱若讲到，咱的心较散，咱的心较散较乱。毋过来到道场了后，为什么自然较清净？道场无共款，环境无共款，人无共款，所做的事无共款，所讲的话无共款。那么更重要的，请大就开始去传道啊，请传道，这个过程，每一项人喺是啥，特别熟悉。你叫会到，种种的过程，会使讲非常无简单。为什么要请大？因为啥？天道是皇天命地办，必须超生地，一定要请大。才能传，请自发护法来甲咱护法。所以大理民书点传书，强请无强老母来讲明。咱的大理民书点传书要强请无强老母来讲明。甚至是讲自发先顶护法，微波风波拢无好波，就变成有天是人护法。哇，你来想看卖？第一，敢若讲咱咧求道尔，道动偌济。劳动偌济辛苦来到这个道场，敢若一个人讲，假使讲一个人讲干活，我要求着敢若一个人，劳动是讲自发，是讲的自发看偌济人，先天活法，用无好好，微波风波，伊就变成想来到这个所来能活完。你觉得啥？你办天道，你办天书。所谓先佛拢来做道，拢来护道。比如呐，即嘛就是呐，要传一句超生之道，要传一句超生之道，必须干呐，到来咱保护，有来咱保护了，咱才能安心顺利来求道。这是咱要必了解的所在。所以，请大啊，传道过程，咱要这个心灵方面大帮助。有，人讲后神、后佛、后咱人，做伙咧办。所以咱人叫搭帮啊，咱人叫搭帮做道，先佛嘛叫做搭帮做道。为什么要做道呢？人讲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一个出世的因素，出世所谓千佛万佛拢来拥护。人讲辅助弥勒成大道有无？为什么咱有辅助弥勒成大道？所谓先佛拢来辅助，师父师母，咱弥勒祖师来完成这处三尊佛陀来。所以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你要看，东东拿出来呢，边仔人看法就讲哦，啊，东东就好了，何况是一个天命的因素。
天命因素是哪？你是奉天命要来办道，当然，你一个师傅一定来做道，一定来拥护。为什么？伊一定来做道，你看，为什么这是办天书？这个天人共办人办天书，天叫人人来天行，天人共办，天甲人共办天书啦。所以一个人天书唔是甲天咧办的，咱人咧办。咱人当办天书呢，是咱是将着天文事业。所以话，咱遇到迄个讲，有上下咧，有拜拜的人员，有道场的人员，迄个咱讲咧办天书，迄个公营啊，这样咱人客气做是迄个公营，咱一个百姓啊，咱替国家做主，敢唔公营的。你话咱讲干奥运就好个，奥运代表咱台湾国家去外国比赛，无论有奖无有奖都马奖，只要来咱台湾国家出国比赛，叫做啥？公营。若着冠军着金牌，搁较公营，有无？所以你话，咱国家一定来派啥物人？派一个官员去外国出，若讲这个大赛有无？所以国家有一个大赛馆。所以替国家做出这个大赛，咱今日为道做事，为天做事，叫做啥？叫天才，对不对？所以天的使者呢，咱是上天的使者，要来做道，要来帮助世尊做好，要来替上天做事，咱是上天的使者，是后天的功能。所以今日我有这个机会，在这个所在，咱来讲。来讲天道事情，讲较了的，是讲公平。既然这份的公平，就一份的责任。一份的公平，就一份的责任，做一个事情，我会甲讲好。把天道事情甲讲好，这是我事情啊。那么在事情当中，就是公平。你看，我有这个经验来底先来讲过。那么既然来底先来讲过。为唔当中，咱有负面啊，责任是属于。这人伊的宝贵性，伊的必然是怎啊？就是有责任有使命。只要你若把使命来完成，把责任来完成的话，咱就无缺单。所以，请大家看，看到了万里三河来是生气。所以，咱在过程求道过程当中，过程在办生死嘛，今日共款，今日开班叫做啥？三条大师呢？咱师父所讲的，毋是我所讲的。咱师父所讲，我每一次的开班，拢是咧办三条课，毋是讲今日伊咧开，毋是讲今日伊咧传道点到这个三条大师呢？每一次的开班拢是三条课。拢是咧办天书，拢是咧办生死代志，拢是咧办三条代志。所以咱大家爱多慎重、多敬重这种的心，来去看这件代志。安尼，咱对着教会的信心。那么传道了，容易顺利求道。所以咱今日求道了，大家容易，一方面讲容易咱求道，一方面讲这段过程袂反事。为人要求道唔遐简单呢，要求道我拢求，身躯无所愿的头硬腹肚疼，伊就要退啊，伊就要倒去啊。这段过程无顺序无平安，今日咱这段过程咱顺序来求道，讲起来是万平的。那么过程啥？轮回，这段过程有轮回在内底。所以咱今日嘛干看迄个结果，在迄个结果当中有一段过程，是咱看袂到的物件。就是咱过咱大家讲的，有啥物请大爱请诸天神明来无法度，这段过程啊，甲咱保护着，互咱让平安顺利来去求道。这个轮回，那么这段轮回，就是无形天命天本所就有这个家己。
有天命书写，有天命命书，有天分书写，有辅料的加比，这个什么叫做加比？咱若工地都嘛，爱加倍无？爱嘛，迄叫做加倍倍嘛，我都讲啊，都讲到，但是即个会甲你加咧，甲你加落，互咱记着安稳，记着安稳，你看，遐会甲你看偌温暖无？共款意思。即段过程啊，有无形天命天分书写辅料甲你加比，甲你甲你倍。有形基础的保持，所以犯罪过程当中有无形的福利、天分、数学、天命，包括犯事以外，而且还能保持。所以只要闹犯罪的工课，都有种工课，咱来到学堂是讲无犯当面啥物工课，来到学堂也听，来保持，帮助这个道气，咱就讲安尼，讲安怎写讲。有无？我来到学堂爱出工对不对？敢爱出力？爱嘛，你爱出力对不对？所以刚按对来，我有出工出力，咱就有工，咱就有功。所以咱能够何其有功啊！来到学堂，咱无啦，哇，这个道理天露袂出来，这个事情天露袂出来。因为我来，你也来，伊也来，哇，就想到道理，何其有功！所以咱咧行功就简单嘅，只要有学堂嘅代志，来到学堂咱就当行功就变。你是哪？一方面，咱行功就一方面哪？我会经验，我会经验啊。梁天标文的出现，梁天标，那么这条梁天标文写咱物件，写咱的经验，有无？所以咱来到学堂。你求道就是啊，爱写用，爱挂，爱把迄个名写来梁天标。那么梁天标的意思就在哪里？这条标文，咱个典传，咱个大理民书典传书，标文就叫明明上。你看，这条标文写着咱真名正是写着咱求道员的姓名，写着某时某地在咱学堂，经书报出啥物人？那。这个物件，把听到咱明明上会知影。所以大理民书典传书顺也经过书规概研究的，规概明明上的个，本质上的大事应用，大事超生了数是所以你来看，典传书也咧听到这种标准，是规个呢。顺也因报理书，包括求道员规概迄个所在。明明上帝天啊，困基上帝，会当数一条超生了数字哦。所以啊，看这个文字，文字，数一条超生了数字哦，这个文啊，这个天文，这个天文。为什么咱拢爱讲讲天文数学？这条路是哪？是上天所示的。那么既是上天所示，叫做天文嘛，叫做天数。咱拢分两个叫做天数嘛。哈，既然上天赐予你有福报，互你平安，互你健康，天所示，天所示都宝贵呢。所以咱叫做。这个叫超生了数字咯，是上天所赐予咱的。然后咱一个凡夫俗子，咱一个凡夫俗子，无讲无得，为什么咱就一条宝贵的路？靠背啥？天分数学。靠背咱的大理民书典传书，坤基上帝，是条超生了数的。那么这条标文念了，听到了，爱修行嘛。那么小人啊，就是要向你而做出相关代理注册，办理地府抽人天皇卦这个手续。所以咱天皇卦和地府抽人是怎样来办呢？你要做出相关代理，
摕去地府收名，但咱地府收嘛天，摕去地府天龙挂号地府收名。即拢爱靠出表呢，拢爱靠天命靠，毋是咱人我做代志。所以咧，伫咧较讲，今日拢是靠人力、靠人数，安尼都无可贵。今日就是有福德、有天命，这是自然可贵。因若无咱咧如何反映地府收名天龙挂？一般啦吼，咱人啊出，咱伫这个世间，一个囡仔出世爱报啥物口？爱报户口呢。这个报户口是咱人去办对不对？伊这是世间事嘛，这毋是天地大事，这是世间事。啊，咱人啊，过往伫百岁年了爱办啥物口？爱拄户口对不对？咱在世间就是咱在世间有户口名簿，啊，地府啥物簿？对啊，地府有天地簿，咱世间有户口名簿。户口名簿有即口头的人呢。即口头有啥物人过往的，爱去拄户口呢？同款意思，咱今日地府收名天龙挂，地府有本生死簿。咱今日抽到了，地府要抽名，天龙要挂，啥人要挂？啥人替咱挂，啥人替咱抽？三方大家，替咱地府收名天龙挂。所以，迄个过程都共款，咱来到世间出世来过户口，百岁年来过户口，啊，抽到了就来办地府拄户口，啊，来天龙过户口。咱人怎么样？咱而家过户口，就是咱人工要去个所在，共款意思，囡仔若要去考较好个学校，就是迁户口对不对？爱迁啊。有迁户口，才能离迄个学校去人迁呢。所以，这物件拢是同款的吼。所以龙天标文伊烧了火去，咱看龙天标文火去，咱就回应；这张标文火去，咱就回应做你生活，咱就回应做你生活，就回落去。所以，这个当中要看有偌济文景。一个到高中到标准，咱写咱的名，就当互咱回应这条生活，这内底有偌济问题。所以天分书列，这毋是靠头想的。真正若了解对人，真正天分书列是天分书列，互我回应这条生活。咱讲天分讲何安，广浩瀚，书有众如山。这个天分形容大海很大。浩瀚，书的用途咱形容山很大，你看，咱这个网络上都不了解呢。先来看这个代志呢，是不该不清不楚，但是咱去看网络上做，咱配合袂使靠。因做文件爱开班，来鼓励来学习。咱若无鼓励无学习，无来解付，咱唔知影，真正唔知影。那么在文件这个小天上的提问天灵书里面，问题告诉我，拢是讲天。那我小天上的提问，可能就到了，那种感觉，即嘛手绑100，大概有多少？我100。刚才平民上面，刚才小天上的提问是100。这种电上拢听的，这种有的就听的。所以，咱今日去看个地书，多在哪？对着，只要咱有信心。你坐到尾啊，安怎讲？道理安怎讲？安怎听着啥？对你写出这个信心。信心按这些我的心所生出来。所以我有这种信心，有信有心。现在去话都无心，你我无信啊。所以只要咱人有信，咱有心哦。啊，有心就咱，这就信来了。信心就是重要。因波是会数学，我简单来讲，讲标准数学，讲天命数学，讲
请大事情，中叫来帮民国事情。你这个是前言嘛？哦，不要惊人，不要惊人，惊你去买，有些人讲多一点，讲少一点，都是。但是咱今行业过是有言无，就是把行业有言再来报我。像我啊，你去工厂，因为我少年时阵若无去大陆上班，若无去大陆上班，拄着咱的因素，用单，你这个经验，那个人因素的很多，会怎？咱长年语言，你想想，有可能过去者就讲好啦，到时天道报道你来学我，不一定呢，不一定是安尼哦。就是有因缘，咱若讲是缘分，我来拄着你，你来学我就是缘嘛。书读嘛是缘，你讲嘛是缘，伊就是缘。因报出耶稣就叫做啥？因报应，把咱印入来，都把咱报。这个天命的叫命。要记着，咱人和天要相接，爱透过一条的桥，安尼叫做啥？叫做相交。咱今仔要过一条溪，过一条河，哇哎呀，无桥，无桥来渡船呢。所以迄条桥是啥？要互咱对厝安到时间。所以因就报应，所以因素呢，伊要因就报应来离婚啊，来回情公案。因是因那个交代者，如果因那个信做到我们下报给人，嘛无欺骗咱几个问题，当时因是个因那个交代者，无那个信做到我们下报给人，嘛无欺骗咱几个人的钱财。这个啥？这个报应。报是不能成家成业天庭团聚，报是不能成家成业天庭团聚，是比道经、易经、天命经因果价原理为主，也要充电的代表来做参考。咱报证道经、易经、天命经，咱报证成家成业天庭团聚，这来咱报证。为了要互咱顺事求得，咱报证。向上天保佑，这个人成家成业天命团聚。对，咱世间人呢，咱若要孝钱，人讲你家做好势，讲好，咱往考虑啦。哦，哎呀，这人是招信用，我若较好咧吼，伊招清庙无。